你最近很久没见聪了吧？谁？陈老师，你陈乔老师，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？是呀，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陈老师了。你找谁啊？哦，我找陈乔。陈乔已经不住这里了。他不住这里了。是啊。谁？谁？怎么是你？我来看看你。你怎么搬到这儿了？来，进来。这里好小啊。对呀。原来的房子呢，要给人家腾出来，单位上调来新人了，坐。你们单位调来新人，是要让你腾房子吗？对呀，人家是来接替我工作的呀，当然要给人家腾房子了。你看我这儿，也不挺好的吗？一个人住够了。你原来的家具呢？哦，那些都是公家的，就包括这些啊，也都是公家的。我个人没有私人物品。那你原来……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，说说你的情况。我一切正常，还在食堂工作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妈妈呢？我想着去看看她的，一直没时间。她挺好的，刚才还是她让我过来看看你。哦，你要有时间啊，多回去看看，帮帮她。我已经搬回去住了。搬回去住了？怎么跟爱人闹别扭了？我离婚了。为什么？他要调到苏州区工作，如果他想留在上海，我知道，他只有和你离婚，才能和你划清界限，他才能留在上海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样的现象太多了，很多的家庭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挽救自己，但是都破坏了家庭。其实他呀，是个挺好的人，我接触过，他也很爱你。我也相信，他走到这一步也是很无奈的。你什么时候接触过我的爱人？那一次，你自己知道了自己的出身之后，情绪很不稳定，于是呢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来找我，把你的情况告诉了我，他想让我去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呀，他是一个很在乎你的小伙子。还是说说你妈妈吧，你妈妈扫地怎么样？扫得干净吗？扫得还挺好的，每天扫2次，早晚各1次。啊，这就对了，告诉她，这心里呢不要有抵触的情绪。是，他一开始还挺不服气的，现在好多了。嗯，对了，她身体怎么样？能吃得消吗？我看他呀，他的身体比原来还好。
你妈妈要是问我的情况，你就别告诉她我住在这小房子里。为什么呀？我省得她担心嘛。妈，你还没休息啊？见陈老师了。他怎么样？都好吗？很好，身体还好吗？身体挺好的。你去了这么久，聊什么了？聊了一些文学上的事儿。妈，你放心，他挺好的。他没说什么时候过来吗？他说他单位忙，等过了这段时间啊，他就来看你。有人来敲门，里边鹦鹉说了：“谁呀？”妹妹说：“查水表的。”鹦鹉说：“谁呀？查水表的。”最后把那个人给累的呀，瘫倒在门口了。过了2天，主人回来了，很疑惑的看着门口那个人说：“哎，谁呀？”里边鹦鹉说话了：“查水表的。”那个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啊，干活干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你不是说单位事情多，怎么还有空来呢？是啊，工作确实忙。那你还来？你尝尝这个味道，是不是跟当年我们在老大昌时候的味道差不多？虽然现在没有炼乳，可是程序都是一样。真不错。对了，你哪儿弄的红茶？长沙路那边有个黑市，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，就是贵了点儿。现在哪个市场还有红茶卖？哎，小芝还在上班？最近他到了食堂，比以前在车间忙多了，早出晚归的，还替别人加班。替人家加班？是，就他积极，一会儿替这个加班，一会儿替那个加班。那是他在单位人缘好。他呀，确实是个好孩子。在外头表现得可好了，可是一回家什么都不干。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。你看你那时候啊，也是在外面什么都干，到了家之后呢，咵就变成了甩手掌柜了。我在家的事儿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妈常跟我发牢骚。很久没见了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我要去西宁了。西宁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吗？对，它在兰州的西边。
在西安附近。西宁呢，在兰州的西边，那么兰州呢，在西安的西边。你去干什么？去那儿工作。工作？你为什么要离开上海？我也不想离开上海，但是这是组织安排。你要去多久？不知道。西宁离上海有多远？很远，坐火车得3天3夜。不去不行吗？组织的安排，必须服从。还会回来吗？应该会吧。我在上海呢，又没有什么亲人，你们现在就是我的亲人。我要是回来了，一定会来看你们的。我该走了。我今天来呢，就请了一会儿假。我来就是想和你告个别。我走了。真好看。等等。晚上来家里吃饭吧。不行，我们现在是集体管理，这里管得很严，我只请了一会儿假。你一定要来，吃个告别饭。现在是，你6点来吧。我是真来不了。我不管，我等你。我争取来。我等你。鸡蛋啊！大姐，鸡蛋要吗？你看看。这鸡蛋怎么卖1毛钱3个。那我要2毛钱的。好，我给您装。那这个鸡呢？怎么卖？鸡3块。那么瘦的鸡3块钱，抢钱呢？哎，现在人都吃不上饭，谁还管鸡呀？你不买就算了，赶紧装鸡蛋。那行，我也要。我多要2毛钱的鸡蛋啊，多要2毛钱。好好好。啊，3块钱，对，是鸡的钱，然后还要4毛。好的。你把鸡蛋搁这儿吧。好的。这附近有卖酒的吗？有，在拐角那边。行，谢谢啊。不谢。好的。
师，怎么那么晚才回来？今天单位加班了。怎么做这么多菜啊？你要请客啊？你陈老师早上来说，他明天就要去西宁了。西宁那么远，我想请他吃顿饭。陈老师去西宁干什么？他说是组织上安排的。我让他6点钟来吃顿送别饭，可是到现在了，他都没来。你去找他一下吧。谁呀？你怎么才来？看看都几点了。不好意思，单位上不给假，我是偷偷跑来的。我看你没来，让芝去找你了。让哪去找我了？我现在不在文化宫。你不在文化宫，那你在哪儿啊？哦，进去再说吧。来坐。我去把菜热一下。你别忙活了，坐下来说会儿话吧。马上就好。好喝吗？太好喝了，这个时候都能喝上鸡汤。把鸡全吃了，下一次再吃到鸡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这只鸡就是太瘦太小了，没有什么油水。还是大家一块儿吃吧，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去呢？你也真行，这个时候都能买到鸡。我是在黑市给你买的，还有这酒。来，我们喝酒，你用大杯的。你也喝。来。干杯！干杯！你刚才说你不在文化宫工作了，你在哪儿工作？啊，我现在啊调到粮食仓库去了，那儿呢管理的比较严格。刚才啊我是真来不了，不是一个干部对我好，默许我6号，我真来不了了。管理仓库还能严格？是啊，不是明天要去西宁吗？好多上海人不愿意去，把他们6号了。来，我敬你啊！我喝完了这一杯，我就要走了。
什么都没吃呢，就喝了几杯酒。我真的什么都吃不下。我今天来呢，我就是想看你一眼。我走了。等等，这是煮熟的鸡蛋，带在路上吃。谢谢。你的手真暖和。西宁是北方，冬天一定很冷，要注意保暖。你的胃不好，记得按时吃饭。有什么需要的写信回来，我给你寄过去。明天几点出发？上午的。是从东郊粮食库出发吗？我去送你。不行，这次行动是保密的，不让送。回头问小芝好。陈老师，小芝回来了。小芝，我要走了。陈老师，我听说芝，你说什么？妈，陈老师明天就要去西宁接受开刀。对不起，欣然，我回去了。你走吧，我要带你来这儿。我承认，我错了，我还是不考虑。不要再见面了。今天的课都是为了你而付出的，为了你才能为谁的心。
的伤，不能养累其他人了，不能。跟你们说了，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的。我们没叫人家来，人家自己来了。我是看这姑娘人不错，哎，走进去见见。哎呀，走。这就是我儿子邹杰。你好，我叫王静。邹姐，我是浦东机电厂的，我也在电焊车间，是车间调度员。我早就听说过你。喝点水吧，这杯已经凉凉了。我还没动过呢。啊，谢谢。我和姑娘聊得可好了。是啊，伯母人好。快坐吧，坐。哎，伯父伯母你们也坐。哎，好。邹杰同志，你也坐吧。小姐，跟人姑娘说点啥呀？说什么呀？不急，伯父，让邹杰喝点水再说吧。啊，你们厂那个王向东我认识。他是我们厂的技术大拿，在外面挺有名的。我们两个人之前在闵行的电焊培训班是一个班的。第12期培训班吧。都不记得是哪期了。
伯父伯母，您二老回吧，不用送了。哎，好。哎，周姐，快去送送姑娘。哎，你送。哎呦，快去呀！走吧。再来玩啊！好。没事。走吧，我就不送你了啊。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个王静也是宋宝他妈介绍的，对吗？你干嘛去？我去找宋宝他妈，我跟他妈说以后我的事儿他少管。你找宋宝他妈干嘛呀？是我们让人家帮忙的。你以为我们爱管你的事儿啊？你看看你自己啊，生活搞得一塌糊涂。我一点都没有一塌糊涂，我跟小芝都已经商量好了，等厂子里这个风波一过去，我们2个人马上就复婚。你还想着他呀？对，小芝她还在等我。小杰，你这个杀千刀的！我就是想着他。好吧，那我今天告诉你，我今天到医院去，陆大姐跟我们说了，小芝啊，根本就不会生孩子，也不会怀孕。你还让她瞒着我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让我们老周家断子绝孙啊？医生根本没有说她不能怀孕，只是说不好怀孕，要掌握好时间。这跟怀不上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。你看看王静这姑娘多好啊，人家生过孩子，说明身体没问题。我看她呀，比小芝好100倍。你们觉得好没用，我觉得好才行。这话你再说一遍。我可以不去找宋宝他妈，但是我跟您讲清楚，我就是要跟小芝复婚。你。他爸，你干嘛？他爸，别让我看我劈了他！他爸，你干嘛呀？你别拦着我，看我劈了他！爸，看我干嘛？劈了他！爸，你要干什么？他爸，别拦着我，我没这个儿子。哎呦！他妈，他妈，没事吧？啊，他妈，他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快送你妈去医院！妈，你们别管我，我不去医院。儿子，你答应我不能跟他复婚，你答应吗？听妈的话啊！不是妈，咱们现在不讲这件事情，咱们先去医院行吗？你要答应我，我才去医院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去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看看，你俩妹妹都回来了，你问问他们，你哥要和小芝复婚，你们答应吗？我们不同意。不是妈，他们懂什么呀？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？你把他再娶回来，我们家就不得安宁了。他妈，咱不说了，去医院。我不去。你要不答应我，妈就死给你看！妈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妈，周姐，你表态啊你！要么我说一下我了解你的情况，
说错了，你打断我。你前年跟你徒弟结的婚，婚礼上你媳妇儿，你前妻的妈妈唱起了靡靡之音，你爸把你们赶出了家门。直到你前妻拿到了技术比武的亚军，你爸才同意你们回家住。按理来说，你们结婚2年了，是应该有孩子的，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一直没有。你离婚还有3天，就已经3个月。你为什么要离婚呢？你前妻的身份被组织上查出来了，他父亲原来是个资本家，现在流亡到了香港。如果你不离婚，就会被发配到苏州去。所以，你只有离婚这一条路来挽救你自己。邹杰，我说的对吗？邹杰，什么？合着我说了半天你都没听啊？天快下雨了，赶紧先回家吧。好，那我先走。离了婚，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永远都是我的爱人。怎么可能呢？有了离婚证，我们就没有关系了。你随时可以跟别人结婚。小芝，我永远都爱你。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。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。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？你把他再娶回来，我们家就不能爱你了。你要不答应我，妈就死给你看！妈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妈，姐姐，你表态啊你！苏芝，给你的信，你放我口袋里吧。哎，邮票挺好的，我撕了啊，我儿子西邮。哎，主任，是哪来的信呀？青海省西宁市1088信箱2-301。来，谢谢主任，谢谢你啊。小芝，我在西宁挺好的，这里是西北，来到这里很新鲜。这里就是爱刮风，风一吹，风沙就被吹起，风沙一起，遮天蔽日，很是壮观。苏贤，苏贤，有你一封信。青海省西宁市，你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地方有熟人啊？我问你，你觉得我应该在哪有熟人？看来你对我的问话有意见啊。我问你呢，你觉得我应该在哪有熟人？